后来，这个香港的媒体来报道，讲伫台湾杀死着女朋友的香港人陈东家，今仔日会甲台湾的法律部门来研究有关陈东家到台湾的法律的问题。也毋过，法务部讲，目前也是无进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，陈东家若要来台湾投案，香港有政府，台湾有政府，就好好啊讲。台湾绝对无容忍杀人犯安尼自由来去，一切依法来处理。唔知是听到铃仔声，还是听到记者要问陈东家，内政部长徐国勇拢无应。准你伫台湾杀害女朋友、装伤气死的香港人陈东家，录音讲要来台湾投案，佮自称计划这个月要来台湾。香港媒体报讲，伫今仔日会甲台湾的法律部门讨论到台湾的问题，毋料内政部无回应，法务部嘛讲无进度。陆委会是讲，台港警方伫去年就已经互相提供联络的单位，嘛批评讲香港政府前约1年拢无啥物作为。因为香港政府讲无单一的联络单位。香港人杀香港人，人在香港，香港就好好办。要资料，台湾就提供。那是陈东家真正要来台湾投案呢？香港有政府，台湾有政府，就好好的谈。他不可能来这里自由行，我们也不会容许一个杀人犯自由来去。所以香港政府用不着推来推去，我们政府一切会依法办理。法务部伫案发后，捌3摆提出司法互助请求，陆委会嘛要求回乡，不过香港政府拢拒绝。香港政府冇来4改公文，不过法务部表示讲，这属实拢毋是司法的互助，只是情赔交换。台湾刑事警察局甲香港警务处已经建立单一的联络单位。咱台湾方面强调讲，随时会使透过官方直接的联络。